从前啊，继续来看昨日发生伫新北市三甲北大国小的边仔一件重大的车祸，78岁驾驶不明的原因开车冲浪，弄死3个人，有12个人受伤。检警进一步调查发现，这个引发事故的78岁驾驶，伫冲浪进前，竟然伫市区调故意来驶路驶20分钟。为什么要安尼做呢？为什么有什么目的甲动机呢？即摆也是要等伊清醒做笔录才会知。轿车一路偏甲正紧，对后壁 A 浪卡踏车，佮直接弄死机车起司，所落来冲向路口，弄死2个学生囡仔。外界拢想要问讲，弄死人78岁姓有的乌吉桑，迄天到底是安怎？警方第一时间伫车内吹出万姓病油本，开始追查是毋是镜头架起来。验过检警调出事发前的监视器，所发现乌吉桑赛车路线无介正常。他回来一般大概就是3、4点的事。那他是从哪里回来啊？他是从苗栗。昨日的中昼，才甲因报讲，要对苗栗的老厝驶动的三甲，乌吉桑到三英交流道，经过复兴路甲学生路，要登去伊北大社区徛家。所干那伫北大社区内洗衣裤啊，后来行学生路，不过这根本就不是登去引导的方向，因为当时国庆街禁止通行，所以发生严重的车祸。肇事驾驶第一次的重击点就在学城路与国庆路口，而他当时疑似原本是要回转到龙恩里与三角公园，因为这里就是他平时维护花草的地点。有居民讲，乌吉桑道外行国庆街路口的后壁，就是一座环保职工上接修剪花草的3角公园。不过，伊是安怎会驶甲遮紧冲入学区？目前乌吉桑已经完成第2届手术，但伊清醒才会当做笔录。今摆检警敢来当先根据伊赛车的路线，豆豆啊推测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